喂，好，请大家闭慢心，咱要开始今仔日的礼拜。
要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互你的日子伫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得到久长。咱来吟圣诗409首，是阮的主永远听人。圣诗409首，请大家起立。用主甲是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愿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力、权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勒岛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营府。第3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兵，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启应文第31篇，嘛记载是诗篇127篇加108篇。启应文31篇。厝底若毋是上主建造，城若毋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的人，
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志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交过果子的葡萄树。这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咱参加额头来祈祷。阮伫天li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伫即个足好的天气，礼拜日的早时，会当三甲自己伫你的圣殿来敬拜。求你赐圣神来充满阮，开阮的心，嘛开阮的耳孔，互阮听你的声，嘛行你所爱阮行的路。今仔日，咱嘛特别要来庆祝母亲节，求你特别赐开力、耐心、疼心，互做妈妈的，互逐个妈妈拢会当靠主有喜乐的心，有健康的身体。伫后礼拜，台湾新的总统嘛要就任，求上帝来保守新的政府有智慧、有谦卑的心来带领即个国家。教会有足侪个事工特别是暑假伫要到求你互当帮助阮遮个事工会当真正是关怀即个社区，互较侪人会当明白嘛体会上帝你所赐的平安。愿咱的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们。咱先来读圣经。圣经记载伫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第二个所在是希伯来书第11章23到26节。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娶一个利未族的查某囡仔，迄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囝，看见伊是清秀的囡仔，就藏伊3月日久。后来看袂阁藏伫，就为着伊取罗得仔的伤，用石油甲沥青膏伊，将囡仔下伫迄内面，落伫河边芦苇的中间。伊的大姊远远徛伫，爱知以为拄着怎样。法老的查某囝落来河里要洗浴，伊遐的女婢行游伫河边，伊看见芦苇的中间有伤，就找一个女婢拿来，掀开看见囡仔，看囡仔咧哭，伊就临便伊讲，这就是希伯来人的囡仔。伊的大姊甲法老的查某囝讲，我去伫希伯来妇人人的中间。叫一个林母，甲你摇真个囡仔好吗？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你通去啊！”查某囝就去叫囡仔的老母。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抱即个囡仔去，甲我摇伊，我要互你工钱。”妇人人就抱囡仔去摇伊。囡仔渐渐大，
负责人就带伊到法老的查某囝遐做伊的囝，伊甲伊号名叫摩西，讲因为我对水里救伊出来。第二位所圣经记载伫希伯来书11章23到26节。对神就摩西出世的时，伊的父母因为看见囝清秀，劝办伊3月日，也毋惊王的命令。对神目前已经忠诚，毋承认做法老查某囝的囝，较爱甲上帝的百姓相甲受苦难，毋爱暂时享受罪恶的快乐。掠做有份基督的灵肉，比埃及的财宝较贵气，是毋望保守的缘故。愿上帝赐福，听伊话话，也佫行出来的啦。后煞才要请迄个儿童主席2来学乐。
咱多谢迄个主日学足古锥的表演。好，因种迄个练习足侪届安尼，啊，足侪妈妈咧帮忙因练习安尼，接下来正道请张牧师。毋知通请教老师，这个囡仔即马出来表演上细汉差不多几岁啊？最2岁。满2岁。咱嘛捌亲像因遐遐尼古锥啦吼，即马是遐无古锥啊，成长互咱失去真侪天真吼，看到因，互咱想起咱家己怎样受到老母的照顾。今日母亲节，咱用摩西老母做一个例，三角来学习伊怎样来教育摩西。请咱做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母亲节。阮会通感受到，伫所有节日中间，母亲节是整个家庭上欢喜，上会记得，用即个机会来表达对老母迄种的感谢，甲尊重。阮知影一个生命的成长，拢毋是偶然的。对一粒受精卵伫上帝的恩典奥妙的创造中间，生命渐渐形成。老母9月怀胎迄种的辛苦，经历生产，无法度通想象的痛苦。一个新的活命来到这个世间，若毋是有老母持续的照顾。持续来乳养即个囡仔，即个生命就安尼会消失。所以每一个生命拢是上帝的恩典，甲侪老母的辛苦目屎，才互即个生命渐渐成长。阮今仔日伫母亲节的时，每一人对家己的老母拢有无共款的笑脸甲感谢。主，阮也看见这个小朋友，因用真天真的歌声，来表达出因对老母的疼痛。总是渐渐年纪若大，妈妈我爱你这句话伫阮的喙中就消失去。主啊，恳求你帮助阮，阮也阁有机会对老母讲我爱你，我感谢你，求你互阮有迄个勇气来表达出来。如果阮爱甲白花来孝念阮的老母的时，求你也互阮搁一摆来反省今仔日阮做老爸甲老母的责任。你有缘将生命交托伫阮的照顾管理的下面。求你互阮做老爸做老母有好的模范，听回来培育一个上帝所听，也正人因为即个生命得到利益，阮的细囝一代过了又一代，1万年久，即个人生就会过去。总是阮伫人生中间上会通体会疼的所在，就是伫家庭。上会通体会上帝伫迄个无条件牺牲的疼，就是伫老母的身上所看会见的。主啊，恳求你祝福阮在座所有做老母、做阿嬷，也祝福阮做老爸，拢伫即个母亲节的时，搁一摆来学习。阮的责任也袂煞。虽然我的囝儿可能已经成家，已经有家己的家庭，若是囝儿是上帝所赏赐的产业，阮做上帝你的管家，阮的责任也袂了。恳求你帮助阮伫母亲节的时，搁一摆来学习信心的功课，搁
搁一摆来提醒阮做父母的责任。愿你祝福所有在座的妈妈，因的辛苦，上帝你纪念，因所付出的目屎，所培养出来的囝儿，是上帝所欢喜的活命。愿同心伫你的面前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我想你捌伫网络上看见，对囡仔、对老爸老母的讲话，你就会通发现老爸老母实在是差真多吼。今仔我看《自由时报》才咧写一个对妈妈致敬，一个国民学的老师吼投诉讲，大概若甲伫教育上有关系的代志，拢打电话甲爸母讲，大部分拢讲迄妈妈咧管的吼，囝儿拢妈妈迄我毋知影，叫来甲我讲话嘛是拢妈妈出现，是妈妈甲囡仔的关系是甲老爸真无共，所以咱看到妈妈的时阵，咱会讲我喙焦啦，永远要食啥啦，我无钱啦，我无啥爽快，这话拢会通甲妈妈问，你若衫伫倒位？我会通出去佚佗袂？阮老师有甲我讲啥物代志？我这个朋友怎样？有时一寡女生拢会叫妈妈讲，咱出来逛街。有一寡代志，甲妈妈讲，你敢会通替我甲爸爸讲？即个甲妈妈迄种的关系，就是安尼。拄着爸爸的时阵，甲问一句话：恁妈妈伫倒位安尼？我想即个就是咱囝儿甲爸母真无共款的迄种关系伫咧。今仔母亲节即张拍片悬顶是写箴言的第1章第80到第9节。咱大家对箴言第1章第7节真熟啦吼。这箴言的第1章第7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根本，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第2就讲：我的囝，要听你的老爸教导，毋通弃杀你的老母的教示，因为这要做你头壳顶的水木，你的颔棍的金链。箴言就提醒咱人生两个大重要的代志。第一个就是敬畏上帝，第2就是尊重父母，也照因的教示来行。咱顶礼拜讲约瑟的故事，今仔日要讲摩西的故事。这两个人真奇妙啦吼！约瑟因缘际会，成做埃及的宰相；摩西成做埃及的王子。两个希伯来人，总是因的人生有上帝共款真奇妙的带领。你若想起来，约瑟是一个互上帝选民进入伫埃及的人。咱伫顶礼拜有讲，因为迦南地饥荒，地到因不得已爱落去到埃及，伫迄个所在来得到活命。所以上帝先安排约瑟仿做奴隶的身份去卖到埃及去，所以后来成做埃及的宰相。另外，摩西是一个互上帝选民离开埃及，因为经过400几年了后，这希伯来人伫埃及却沦落成做埃及人的奴隶，所以因需要离开埃及，倒转迦南地，来得到自由甲新生。我想摩西圣经描写即个人，伊安怎写？伊甲上帝关系是面对面所熟悉的，甲上帝是可以面对面来交谈的人。伊讲以色列无过兴起先知，亲像摩西，是唯一的，只有这一个人也通面对面甲上帝三甲讲话。讲伊做人处理代志，民数记讲迄个摩西做人真温柔啦吼。赢过世间的正人这个评价很高吼。对上帝关系甲人的关系，所以有时咱会想讲是甚物款的环境，甚物款的老母会通栽培出即种的囝儿出来。圣经讲这独一无二的摩西，其实咱若
对圣经较熟的人知影讲，伊即个多重角色，伊前40年是伫埃及做王主，后40年是米甸伫遐咧顾羊，然后最后40年是神迹的施行者，是奴隶的解放者，是即个希伯来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者。然后伊带将近100万的人伫迄个旷野流浪，有纷争到伊的面前，伊来做司法官，做法官来调停，伊来颁布上帝律法，伊是上帝的代言者。这拢是伊多重的身份，伊所咧做的代志。老三牧师有写一本册叫《神导演的8个不可能人物》内底有描写。伊甲摩西讲，伊是旷野孤侠啦吼，旷野诶孤单诶一个孤侠。咱真清楚会通看见摩西一生会通分做3阶段：40年伫爱接受完整上好的即个公正的生活甲教育；40年是做一个杀人犯，伫米甸的旷野替丈人咧顾羊的一个的工作。后来40年是一个完全无共款的身份，伫旷野流浪。所以大概会通甲看人生有准备甲认同的阶段，伊咧找家己的身份，也咧准备将来要互上帝安怎来使用。这甲咱的人生嘛共款，咱从前20年、20几年，咱拢咧装备准备家己，伫咱的专业、伫咱的才调、受的教育等等，咱准备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会通有所贡献。总是有时伫人生的中间拄着一寡的困难，所以变做伫遐虔诚修炼伫伊感觉伊的人生点彩已经就是安尼爱结束的时，无拍算甲上帝相拄。上帝交付伊伫人生第3阶段。也会通讲是可能伊的晚年，才发挥伊头前这2个阶段所受的装备、训练、经验，诚做伊去完成后来这40年带领百姓进入迦南的这个责任。所以，伊互咱有几个人生会通了解这项代志。咱毋是干那为着咱家己活，咱有缘也对其他的人有责任，爱为别人负责。这个也是上帝呼召摩西时，摩西推三阻四，讲我都袂晓讲话，我都袂晓，哪有可能倒转去埃及？因为我抑阁是杀人犯的身份。所以上帝讲伊会介绍去，咱有甲其他的人的责任，需要经过磨练。头前这80年毋是无目的的，但是因为咱人生有真侪经验，这经验有一天点彩，就是为着这个时阵所准备的。咱会通看见摩西伊知影我需要时刻甲上帝同工，总是有一寡代志我无法度通完成，我会通放手，相信上帝你互我拄着这个代志，我就退下来，看上帝你安怎继续引带我头前的道路。咱毋是上帝，嘛毋是逐项代志拢会，需要谦卑，也爱谨慎提防这个骄傲。摩西无平凡的人生是，咱会通看见用真长的时间来操练伊，人讲叫做大器晚成啦吼，差不多到底人生的第3阶段将近晚年的时候，伊才开始发挥伊一切作用。是毋是对咱嘛有真大的启示？因为咱过去的历练，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是为着将来你所拄着某一项代志，上帝已经互你捌经验过。用我个人来讲，我第一遍伫美国牧会时，伫面去了教会拄着真大的困难，因为我无伫美国受过教育，才会台美人久当伫
美国较久长的人，因的想法，因的足侪迄个，所以我第二届会转来南门教会，事实上是因为受到阻碍。我无讲真清楚台美人一寡想法，因对我的期待等等。总是4年了后，虽然已经熟悉，已经好势啊，总是南门教会呼召我倒转来第二届。我相信迄第二届的机会，就是为着过落去，我可以倒转去尔曼教会，我上帝所装备我的，较会通了解，在早期的留学生去到美国，因的想法，因的生活，因的各方面。所以头前迄段经验，真对我后来伫服侍台美教会是真大的帮助。所以我相信摩西伊除了上帝真奇妙带领咱人生真侪想袂到，而且作有除了这个性命背后的导演以外，相信摩西早期伊的生命教育一定对摩西也有产生真大的作用。所以我实在是爱考一个问题，爱问咱。拜五去参加妇女中会妇女的这个聚会吼，甲恁问一个问题，你毋知恁注意听无？我转来看迄节目单，看伊讲，谢大卫牧师讲的圣经十竟然甲我共款。后来问一个问题，恁知影摩西老母叫啥名无？有人认真诶，是。这是我咧准备的时阵，感觉奇妙拄好共款的圣经出来伫第2章第1节甲第10节，真特殊的开场白。这是真重要，对希伯来民族、对以色列人来讲，真重要的一个人物。总是伊的开场白真奇怪，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娶一个利未族的查某囡仔，后来这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囝，这么简洁的一句话，无讲到摩西老爸什么人。伊的老母什么人？对非常重视族谱、家谱，希伯来人，特别是利未族的，很不寻常啦吼，很不寻常。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娶一个，然后生一个真重要的人物。这对不平凡的父母，是毋是互咱知影讲，因背后所付出的，上帝拢有纪念，鼓励咱天下所有的父母，做老爸做老母的，咱会通诚做一个。好像无名英雄，栽培出上帝所疼、所重用的囝儿，真无简单。我想现代，不管是古早到现代，要做父母，毋是干生养，还要教。咱愈来，毋知足侪老师咧讲，哇，即摆囡仔愈来愈歹教。我想逐个时代可能安尼感觉啦吼。即摆人囝生少，所以吼，这个对囝儿的关注力全部集中伫这两个中间，有时囡仔接触的外在的环境因诱，迄个知识，咱拢想讲咱早时的时阵，拢戆戆，拢毋知影。即摆囡仔遮尔巧，接触恰着，实在是无法度要安怎去教育特别伫乱世恶劣环境中，这个无平凡的父母安怎来拥有伊的囝儿。其实圣经有写摩西的家谱，是伫较后壁的所在，伫出埃及记6章60到20节。以前我毋捌注意，即摆甲注意才看讲，哇，摩西老爸甲老母佫真特别咯吼。咱来看伊的家谱是安尼写，我有小可甲出埃及6章16节吼，利未是即个雅各的囝中间的一个。伊这个囝的名叫细希记伫下面，结孙哥哈米利，等下哥哈的囝叫做暗兰吼，读毋知对毋对？暗兰娶伊的姑约基别做某，伊家己生阿伦甲摩西。我读毋对，暗兰娶伊的姑呢吼？我去看中文的圣经讲，暗兰娶伊老爸的小妹呢。孙仔娶阿姑啦，约基别做伊的某，然后生摩西。即种真
近代想象袂到的即种婚姻的关系吼。伊的老爸爱叫伊的某叫阿姑后来即种婚姻是摩西律法有禁止吼，近亲伤多，利未记18章12节都禁止即种的婚姻。所以咱知影，伊的老爸叫暗兰，伊的老母叫做约基别。即两个人受希伯来书的作者甲伊放伫希伯来11章信心英雄榜的内底。咱今日所读第2段的圣经，对神摩西出世，父母因为看见囝真清秀，先甲放3个月，抑佫真细汉，也毋惊王的命令，然后对神摩西忠诚，毋承认做法老查某囝的囝，毋惊王的命令，因为伫迄个时阵，埃及的法老惊讲，这希伯来的奴隶。查甫囝、查甫人若伤多，伫个国内伊歹统治，所以开始要求所有查甫婴拢都来等落尼罗河来甲饮食，要控制迄个互伊较好管制。其实即马美国嘛安尼，美国嘛开始咧管制非法移民的代志，伊真惊遮个外来迄落对政治对整个国家会造成动乱不安，所以有真侪命令。所以即对父母毋惊王的命令，违反王命。第2项对约基别甲暗兰咱所学习到，伊教育伊的囝认同希伯来文化，认同以色列人的信仰，所以摩西。虽然有足好的机会，总是伊放弃做埃及的王子，伊宁可认同希伯来以色列的信仰，这是一个真成功传统的迄种。我想咱命运是真奇妙啦，吼！咱台湾话讲落土是8年命，富贵天注定，确实。咱会为什么会生伫即个家庭？为什么会有即个性别？为啥拄着这其实咱拢毋知影。敢若天拢注定，命运总是随时上命会通来改啦吼。伫一连串不幸的中间出世的摩西，咱看见伊是出世伫无共款的种族，伊若出世做埃及人，就无共款啦，敢毋是？总是伊生出来就变做奴隶，做希伯来人，伫错误的地点。如你希伯来人，你若毋是伫埃及的地区大概也无问题。总是伊就生伫伫埃及势力范围之下的即个地区。错误的时间，因为法老为着要控制希伯来奴隶的人数，所以要求所有查甫婴拢都爱杀死。所以伊若生做查某的嘛无上帝，生做查甫婴应该是爱投河来杀死的男婴。我想即个想象约基别怀孕开始有新的时，伊的心内安怎想？我想这所有咱在座的老母一定拢有共款共同的忧郁。我要迎接即个新的生命，我真喜乐，总是你嘛会烦恼。即个囡仔是毋是会通真平安伫子宫内底9个月了？伫生产过程是毋是拢真顺利？囡仔是毋是拢真健全、真好势？是毋是将来咱的烦恼有足多啊？这老母心内的烦恼，检测约基别嘛是安尼。逐个时代咱提心吊胆，我的囡仔即马伫社会咧拍拼，伫学校会受到霸凌袂？我的囡仔到底伊拄着什么款的困难毋敢甲阮讲？能够平安成长吗？因结婚了后，你嘛继续咧烦恼，到底因翁仔某相处了好势无？囡仔孙仔毋知有好好咧照顾无？我想约基别大概嘛有即种，伊一方面伊咧烦恼讲，即个婴仔如果若是查某的，无一定较好，我能够保有他；如果若是查甫的，我要安怎？伫即个9个月怀孕的过程到伊生出来时阵，伊面对一个选择。我要遵守王的命令无？伊伫遐
决定讲，伊就毋插王的命令。兄弟姊妹，我想王的命令，咱活伫即个社会，活伫即个政治的即个群体中间，世界王定定要神化自己，所以常常会下一寡命令，爱百姓遵从。所以伫旧约中间，咱看见但以理的时代，巴比伦爱讲恁爱拜巴比伦王。伫罗马的时代讲，该撒是恁唯一的主，恁认耶稣基督是主，你就是违反王命，爱受到制裁。伫日本的时代，你要做礼拜以前，你都要向参拜神社等等，因拢要往世间的权势、政治的势力，拢咧要神化家己。即两天我看伊一个真，互你想袂到讲，抑个即摆即个时代，抑个有即种王的命令。即北韩两个查某囡仔为着爱看韩剧，竟然都爱被枪决。这咱实在想袂到，即个时代抑个有即种王的命令。咱会惊王的命令，因为惩处啦，以及背后可怕的势力。拄昨咧看的时阵，看到讲你捌听过即条歌无？和蔼的父亲，北韩的，这即摆是排行榜，你若无，你转去甲听看觅。金正恩，这听讲即摆是韩国，搜索第一名比泰勒斯更较爆红的一首洗脑歌，袂歹听呢。你若遐听我袂歹听呢金正恩来定安尼互你感觉讲，即种会洗脑，即种会迄落，这是神的存在伊要巩固迄个洗脑爱百姓绝对的忠诚，他是唯一的神，是唯一的王。我想王的命令，你想讲，今仔日敢无？其实咱周围真侪隐形王的命令，但有足侪，有时是法律明文的规定，有时是社会压力你不敢违反，有时传统文化的规范，譬如讲到今仔日基督徒还阁面对制作的问题、野香的问题。这毋是明文的规定，总是伫社会压力，伫周围真侪才会，互你伫迄个时刻，到底我是要尊重我信仰的良心，勇敢无顾王的命令，还是我就顺服伫迄中间？所以今仔日有时最近拄好咧甲一个青年咧讲话时，伊咧讲台湾我们现在很强调自由、包容、开放、多元、大方面，这讲做一个社会气氛，至到有时，互咱变做对一寡代志你有看法，你毋敢表明，因为你惊去违反着王的命令，你惊去。别人讲你安尼歧视，就是即种的歧视。所以最近有感觉台湾的社会你讲弱势团体其实是最强势的。因我是弱势，总是你弱势团体伫足侪代志观顶表现得非常的强势。这个爸母毋惊王的命令，就是抱着讲如果真正破功去互知影，死就互伊死。好像是安尼，这是对上帝绝对信心的表现。放捌3个月了，因知影因无法度通阁继续的时阵，就想一个办法。其实，伫圣经内底，以斯帖以及但以理3个朋友，因就是讲毋惊王的命令。以斯帖，皇帝若无呼叫你来，你自作主张去见的时阵，就是死刑。所以。伊要求犹太人替伊祈祷，
互伊有迄个勇气，也有迄个机会去替即个希伯来人求即个波斯王来留下性命。我要无照例入去见王，若是需要死，我就顺办，互伊死迄种的决心。但以理的时代爱拜巴比伦的金像，巴比伦王的金像。伊三个朋友甲伊讲，果然安尼，我相信上帝互我这试炼伫面前，上帝会救阮脱离即种我无法通处理真危难的情况。所以阮所服侍上帝救阮出即个炎热的火炉，伊也要决断救阮脱离你的手。总是若无安尼，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解决目前的难题。总是若无照我所期待，上帝无照阮所望安尼行，我犹原决断无要服侍你这个上帝，也无要敬拜你所立的像。如果需要为着信仰、为着信心付出性命，伊也愿意。这是第一项毋惊王的命令。第二项，咱看摩西的领导。其实你也想无遐简单。对是摩西已经忠诚啊，已经到30岁、40岁啊，所以伊伫迄个所在有一个身份认同的机会。到底我是继续做法老的查某囝的囝，来做埃及王子，还是我认同我的血统？原来我本来就是希伯来人，我本来就是应该做奴隶我做一个选择。这互伊有机会通选择，毋是所有人有即种的机会。摩西身份的认同、命运奇妙的安排，伊会通自由来选。伊袂当一方面伫身份上，我要保持埃及王子尊贵的身份，总是搁另外一方面，我认同才会做奴隶希伯来人。这个选择对摩西来讲，敢有困难？一方面是荣华富贵啊，一方面是保证后世人真好过啊。埃及法老的势力是遐尼大，我来认同迄个奴隶最下层的劳动者，我当然是放弃一切的荣华富贵。我要做统治者，还是我要做一个互人统治的人？要安怎选择？实际上，若用功利主义，真简单选择。若是摩西伊选择，伊要做希伯来人。我感觉台湾今日上大的悲哀就是身份认同的危机啊！今仔日历史的因缘递到台湾人还是中国人，诚做咱这代人、这个社会上大的分歧甲危机。咱认同台湾的民主、法治、自由，咱有咱家己的主权。咱认同台湾即摆名叫做中华民国。另外一方面，咱并无否定海峡另外迄边因的政治文化，咱也受到语言遮影响。总是今仔日侪伫台湾的百姓混淆，也是讲我到底是要选做一个中国人，还是要做一个台湾人？新的国会对我个人来讲，互我非常的看入。最近竟然讲台湾袂当称作我国啦，你去中国袂当讲我出国啦，迄是你国内旅行，你毋是出国。中国你中国爱称作大陆。这个台湾的百姓在身份认同上有很大的分歧。我尊重无共款政治意识形态人，总是身份的认同，造成2年前伫美国，因为身份认同的无共，伊认为甲我无共款意识的人就是应该爱死。我想身份的认同真重要，对伫咱做一个公民也好，还是做一个天顶的国民也好。耶稣基督
留真好的模范。耶稣基督听表现伫伊完全认同人类，愿意为着家己所认同的对象来牺牲奉献的决定。所以咱咧读腓立比书2章第60到第80的时阵，伊讲伊本来是上帝，本来是埃及的王子，总是伊放弃甲上帝平等所着接受的。摩西嘛放弃伊做一个埃及王子尊贵的形象，拼通家己取罗卜的形状，真侪人的款式。上帝放弃伊的地位来认同人，到一个程度来做罗卜，甚至为着伊所认同的对象来牺牲，死伫十字架顶。这是上帝认同罪人上大的行动。基督徒身份的认同，就是咱是天顶的国民，总是咱嘛地上的公民。摩西掠讲我有份伫基督的能力，这是希伯来书用新的角度去解说摩西。伊认为维持我的传统文化、我的种族以及我的信仰，比埃及王子的身份更加重要，因为有长远的盼望。最后说。最后，伫这大祭司的祈祷，约翰17章的时阵，伊讲我求上帝帮助咱用真理，互咱知影，咱无属世间，亲像我无属世间。总是你毋是，互这个信主的基督徒离开世间，你找我入世间，就是要互我对这个世间有所影响。我今日嘛找因入世间。来表现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款式，身份认同甲信仰的传承。我想摩西为什么会有这种的观念？讲，原来我毋是埃及人呢，我是希伯来人。所以，伊对家己的种族信仰身份认同，相信应该是对伊的老母约基别所受到影响。提摩太嘛是同款。保罗讲：念着你心内无假的信，因为我伫即个信，我生伫你的外妈、你的阿嬷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期的心情有看到。今仔日我也看见即个信伫你的心，一个信仰的传承。今仔咱看见遮侪小朋友伫遮，我们希望把基督信仰、听、牺牲即种认同苦难的人，迄种的观念。伫遮个囡仔的身上，咱是毋是有即种信仰的教育？所以今仔出埃及记，你其实看起来幕后工程就是侪女性，扣家母啦吼，这单位吼，接生婆，因为接生婆来接生的时阵，嘛无照埃及王的命令，留10步囡仔的活命。所以是生这个接生婆敬畏上帝，伊知影这个王的命令是错误的，是无应该去遵守的，伊就安尼，互10步婴来约基别。当然，伊抚养摩西。看到伊查某囝，伊嘛有宽大的心，伊看伊这个婴仔咧哭，伊嘛知影讲这是希伯来的囡仔。迄个母性的爱超越种族的仇恨，领养这个罗雷所生的婴仔，这米利亚嘛是一个大工程。摩西伊出了一个绝佳的主意吼，远远看讲这个小弟将来拄着什么代志，等伊看见讲伊竟然去埃及的这个公主捡到了后，伊出来甲伊讲你需要一个礼物，我甲你介绍敢好。哇，这约基别袂歹吼。会通顾家己的囝，阁有薪水通好领，阁会通安尼，这个是这不平凡的女人，因就是一个老母。所以咱看救恩，随时上是安尼，关键性影响的人，当然是老母，这阿姐拯救法老的庇护。所以耶利米31章讲，耶和华伫地上有做一个新的代志，15人要保护15人。15人要保护，也因为有所有的妈妈，我们今天才有今天。你想看卖多正肉体的上帝，
上帝临动人到一个程度，成做一个婴仔。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伊真放心将上帝家己放伫玛利亚即个老母的手，互伊来照顾。这个是何等看重妈妈这个角色，女性这个角色。所以推动摇篮的手，嘛是推动救恩的手，推动世界的手。向妈妈们致敬，咱来用这个金句来做咱爸母还阁伫咧，也是咱还阁有机会通表示，也是咱中间做囝儿的，毋望上帝会改变，伊毋是干那一个改变，这个改变阁有加上许多的应许。咱做来读做囝儿的，恁点伫主，着顺坦恁的爸母。因为这是应该的，要尊敬你的爸母，这是头一条有含应允的诫，要互你行通，长岁寿伫世间。有所6章20到30，所以来祈祷。主，阮今仔日对摩西一生看见伊会通成做上帝重用的器具，背后为老母。最的辛苦，毋但为着要保全伊的性命，愿意牺牲家己，毋惊王的命令，也伫伊有机会时，伊好好培育、教育伊的囝儿，互摩西知影家己的种族文化、信仰传承到伫摩西身上，直到摩西需要做决定的时。伊认同伊老母所教育的，主帮助阮负担起做爸母的责任，也互阮会通将基督的信仰、对上帝敬畏传到阮的囝儿孙的身上。感谢你听阮的祈祷，由你祝福阮在座所有做妈妈、做阿嬷的女性，也祝福所有做老爸的人。基督可要说的名，阿门。咱来吟圣诗451首，圣诗451首，请起立。
侪。奉献，请陈孝文、胡匡瑞结束。咱来吟奉的诗。即马要颁发奖学金，请赖明文结束。大家平安。咱教育组每一年伫母亲节甲感恩节2摆，颁发奖学金，互咱教会主日学少年团体、甲青年团体表现真好的同学吼，咱请伊起来。今仔日有8位同学吼，会当得到奖学金吼。今仔日有咱真恭喜吼，咱一个来介绍吼。第一位是翁敏智吼，翁敏智是翁茂开甲林君玉的查某囝，吼，即马坐伫楼骹，咱真恭喜。第二位是赖凤义吼，伊爸爸是赖明恩。妈妈是谢海英吼，阿公阿妈是谢康雄甲徐彩秋，真恭喜。至于第三位是宇恒吼，郑宇恒是阿公是咱首席班的郑玉谦班长，甲阿妈是米粉姐吼，爸爸是郑仁轩，妈妈是赵家珍，吼，真恭喜。到少年团体第一位吼是陈永仪吼，后礼拜要会考吼，咱大家为祈祷。因爸爸是陈君玲，妈妈是杨嘉欣吼，阿公阿嬷是玉水长老甲美容长老，真恭喜。少年团的第二位是张瑞恩吼，妈妈是陈怡佳，伫顶悬翕相吼，咱真恭喜。
高中组是赵新佑吼，赵新佑爸爸是赵世鹏，妈妈是陈敏文，是咱信用技术家雷竹姐的孙仔，很真恭喜。过来是陈志文，大家拢熟悉吼，是咱圣雄干事的公主吼，今年要毕业啊，很真恭喜。林依伟是林志珍、张慧瑜执事的女儿吼，阿公阿妈嘛伫遮吼，咱真恭喜。不然爱合照无？哎，合照无啦？合照变那合。要这么远是不是？站近来一点。对。好，来3、2、1，3、2、1，好嘞。好，谢谢，好，请回座。现在主路学刚刚欧敏智哈，他现在正在要大家投票了哈。他那个爱哭公主去上学，今天没有时间，应该有个时间让他表演一下哦。伊咧讲爱哭公主去上学，寡好听的有机会我们把那个网站连结我们可以上网去投票到19号嘛哈，好像欧敏智他又很会唱歌哈。大黄。好，即摆来报告。今仔日礼拜要特别庆祝母亲节，多谢主席二周古水的献诗。教会嘛有准备礼物要送给妈妈，要祝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中昼伫地下室嘛有准备爱餐，欢迎大家留落来3到9杯。今仔爱餐了后，伫6楼要召开中职会，请中职参加。后礼拜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副院长邱淑彬牧师要代表神学院来请安。张牧师要去迄个华联信望爱少年学院来讲道。庆祝释教70周年，咱有迄个赞助圣经学院要举办3届的演讲，第2届是5月27号、28號要伫圣经学院舉行。主題是恢復上帝的形象，不可不知，認識自我與成長。歡迎現在來報名參加。團契消息後禮拜有雙聯團契的聚會，這屆是要邀請邱美英姊妹來分享，伊要分享的題目是處之泰然人生修為。請大家來參加。具體消息，特別恭喜王中醫長老伫迄個新的政府的就任了後咧，要擔任農業部政務次長。求上帝來祝福伊，嘛幫贊伊。好，内底请大家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恭喜大家母亲节快乐！要让妈妈快乐，就每一个礼拜就陪她来礼拜了哈。卖讲这概念啦哈，大礼拜欢迎伊来。我碰遇就是很多家庭都全家出动真的觉得非常的好哈。大家庆祝母亲节来敬拜感觉真欢喜我。无啥物资料，有啥物特别爱介绍无？拢全上，迄是太举光嘉妍妹妹欢迎，真好，欢迎，介绍美国 IT 二班教会顺金柯顺金长老甲领导兄他们。是顺天同课重要的抑佫有需要我介绍无？那安尼即时那妈妈咱教会要送礼物妈妈请你起立好不？所有当妈妈的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礼物要送给妈妈是你举手就好啦，佫叫你起立歹势啦。
举个手啊，如果拿到你就把手放下哈。拜托咱长子来帮忙分发一下哈。就唔忙你。这个讲无用礼券啦吼，食糖果啦吼，俗语讲吼，食甜甜啊啦哈。甘糖个心，祝大家食甜甜个生后生安尼吼。那要未摕到，请手举较悬一下吼，因才有看到楼顶，楼上可能都还没有。楼上请妈妈举手一下好不好？楼上的。离心到底下，离心到底，不在这里。那边还没有拿到。都拿到了，那边都好了。楼上那一边都有吗？都可以的吗？如果在教主日学等一下我们再补了哈。今仔日咱有爱餐那咱大家就在楼下地下室享用爱餐然后喝个咖啡拍摄今仔日因为确诊，我就不跟大家打招呼了，我就自己到办公室去哈。等一下来开会这样子哈，所以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哈，谢谢。好，咱来念平安礼，请大家起立。咱拢吃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吃做一个人，因为耶稣才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的心，因为耶稣的道理，因为耶稣有我的心。徛地来吟上言398首，上言了，请牧师来祝祷。
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相通安慰医治祝福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对这事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阅读。